但是起码大家互相健康这种是呢，这个今年这种是上天的慈悲，无上天的慈悲呢，有这个今年，你我大家会当共同去做，大家大家呢互相共参加研究，这拢是上天慈悲，多不同子孙之本为老大人的财产。现在去咱找这个金钱，要多人收，你大家攞有找到这条路，攞有找到这条路，有找到这条路呢，才有可能转去。因为咱老收到的人呢，已经达到已经习惯习笔，习惯习笔。但讲咱人较老就欠点，拄啊欠一点尔，欠一点呢，就有习惯习笔，这个人都较老就有欠一点。这点若互咱找到，拄啊好习惯习笔，才有可能转地方，才有可能转地方。这条路若无，这点若无咱得着呢，咱要这个地方真困难，因为呢，这点叫做甘露啦，过去若8月15，遐人为了去圣诞节讲快当得着这点的甘露无，家家老话咧讲，若得着这点的甘露呢，讲就当终生不老啦，安尼。我讲安尼天下的遮尔大，拄啊好食是拄啊有法度头壳翘翘，这点拄啊挂到咱的喙内啊，或者我嘛困难的安尼安尼。以前人咧讲的皇帝迄个岳飞皇明下五流，就是呢要传这个建官，这点的甘露，就是要得到这点叫做甘露啦。若得到这条路呢，就习惯习笔，安尼人就无法度转去，安尼啦所以讲咱人啥叫做习惯习笔，话唔知。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北斗7星啦，7条星。其实呢，北斗呢虽然看到天上人的阴气，虽然讲7点，其实明的7点，暗的2点，叫做呢9粒星，9粒星。拢是咧讲咱的面就叫，拢是咧讲咱这政府1、2、3、4、5、6、7啊，这7空拢歹空的啦，后壁佫加2空，大小便这2空，这2空是暗的，所以讲这空人这个人够歹空，大家就歹空。简单来讲歹空，目屎流出来叫做啥？讲啊不善垃圾屎，目屎，你要不屎，你要不屎，拢屎，对不对？下拢歹听。若唔是屎就是尿啊，逐空无拢歹空的，所以我一空才好空，无屎无尿的，平时甲恁记去空，所以我自然的是伫地的中，伫即个头的中讲嘿，人啊做咧冤家，也是咧相骂讲互我面子啦，你的面的主人我是干，你我得着迄个面的主人，无你是什么身份啊？就看这面子啊，因为迄个面的主人就是咱的祖先。你若得着迄个叫做习惯习笔，咱人无欠点，无咱人有人讲这病真严重，这手术1生命，9项4我就是身体尔，这就看医节出现啦，安尼。所以讲拢要甲伊照研究，若当得着迄点呢，无屎无尿呢，拢迄点上好空，若得着迄点好空的呢。咱人就会当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讲会真咱今仔日话拢有得着啊，大家拢有得着啊，也拢唔知影咱已经习惯习笔，真完全啊，已经恢复咱本来的本啊。你无得着的时呢，直接袂卖叫做众生，因为你唔知，既然我互你知，原来我也是本是只有袂卖直接叫做众生。所以讲的原来我就是本，已经找回我本来的本啊。所以讲咱爱做本的工作啊，发出咱的慈悲心，发出咱的爱心，就从咱这个好，会当互别人，做别人会同咱共款，安尼社会就是传了好去。所以这阵的人，无共款，无得着迄个正法，唔知讲迄个事情较宝贵，唔知讲伊本来就是本有人时啊，同我摸形摸手，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唔知影去继续安就罢啦。所以讲有人时啊，哪行哪便宜，哪离谱，离谱是呢，是爱讲什么人拯救。
好咱知影啦，先比先甲遮，赶紧家进去，哦，家叫请，数学会当做做转来，毋通搁袂满意，哦，毋通像安尼拢无股票呀，对现在是甲方向，毋通搁拖做黄牛嘛，哦，就用迄枪炮架，就用迄钱啊，去国国安尼抢，安尼抢，哦，就是无股票呀，所以就是你甲就会坚持啦，你毋通搁做梦啊，安尼啦，房爱醒啊。所以讲咱要经济着，先这个在做，做为咱的良心，所以讲咱的经拢爱较硬。原来我就是阮即马来就是爱做迄个工作，做迄个工作就安怎？想好家己，即马对开始，咱有当时啊咧，要改变别人足困难，但是咧要改变家己应该是无问题，是你要改变甲不改变尔。哦，咱人拢看知影讲别人的唔对。但是唔知影讲家己的唔对，拢会反用家己。咱若讲伊一句，无咱人在无拢安尼，咱若讲伊一句呢，咱较有唔对的所在呢，再甲咱周边呢，咱唔免几秒钟，咱就去找一个理由甲回答啊，解答啊，拢会反用咱家己。咱若对别人呢，看甲清楚楚，看家己拢看袂清楚。而且真正的责任就是咱家己，咱家己一定爱好啊彻底受真理的教育，维护本来先无为的佛性。那安尼咱人做事做代志呢，就言之前就非常的健康，就会去当前啦，袂通相计较，袂通计较，变成讲世间一切拢就是虚伪的。心不在来，气不在起，人拢会安尼讲。为人看人咧上面，为得好做好事啦心不在来，气不在起啦，唔免着相计较，安尼啦。讲甲迄个真理讲到有够好，唔得全部规矩话你头壳咧上面，就是去边啊？刚刚安尼，手边也安怎斤斤计较安尼啦，一项都袂当放弃啦。你看安咱啦大家听。所以我人民不住感恩说，人有钱就不钱，有人家做钱，靠人家没钱，所以我爱透过真理的教育，就跟语言这个钱也袂退转，按照有钱为有不钱呢，正常的甲演上都共款，甲街头上嘛都共款，就正社会人，有人是安尼一只车咧开，看到一只鸡。用这个道理，拢感觉安怎？他讲到这个道理，心就看叫道理，道理是讲好家来好家。若叫道理讲安怎？可怜可怜，就是咱的清本之心。咱民主主来讲，人无巧之心非人呀。咱人若无巧之心，毋是人，但是经常这个道理是讲可怜道理是讲好家来，就是咱的巧之心已经结出来啦，毋过到下到下就袂是安尼，迄鸡肉安尼咧鸡，安尼咧鸡啦，你知影毋是讲狗是讲可怜凊彩咧鸡啊，是讲迄应该互咱食啦，迄讲的观念是佫无共款安尼。他去教你食，教我食我就饲了，计算免推过，免互我食会使安尼所以讲迄阵心就无好，总有善有不善所以我人民主讲讲，人有加欠红色之由之，有放之而不知爱食也不知道就是放心，也不知道无啥回是要找回咱的良心咱的良心拢放弃，咱家己唔知影人找啦。你其他种人知影甲放弃，会晓过正来，安尼知影人找啦。就做关系咱的良心放弃呢，真正的成就无去呢，无找到正的时阵不够宽恕，不够可怜。咱也不知道，就先找回咱去点的真良心安尼。今仔日咱大家拢有找着去点。咱好好自从咱的好会当过法啦，该莫名气脾气，第三项
因为咱过去所念了的非常的多，无好的咱来改变。哦，一寡贪亲亲的有些代志，也拢要爱改变。恢复咱的好的好的养成，这个严谨爱恢复才做得来。哦，啊要恢复真困难啊，啊讲有多简单啊，我咧讲嘛多简单呢，但是要叫我做真困难呢，也慢慢来改变。一改我做2改，2改我做3改，慢慢做我都改变。哦，所以咱过去呢，第分层，这分层，我安尼听着，我有人开始3年的。哦，来到这情况哦，伫迄外口下面啦，哦，开嘴都下3年的哦，来到咱就分层，迄个开嘴咯，猪鼻的哦，猪鼻拢挂进嘴的哦。啊，若伫开分层，迄个猪鼻就无挂进厝安尼，迄就3年这袂当老母安尼啊，这3年就出来安尼，哦，实在讲吼。咱是分层的好处是安尼，因为大家拢真善，拢有找着咱的正法，大家拢好有配合咱本来的分性，是因正可能的，大家吼安尼拢脾气毛病拢有够好，拢无情绪，心拢袂动，自言自言的，大家拢温柔平平。这若水到到，哇，全社会混合社会哦，有人伊啊就搁反本反原啦无才咱受遮久后，人家就恢复咱过去安尼啦，遐就无才咱就听，而且听吼好，决定来决心要改变啦，要好啦是话，如果若去大人的话讲安做是偌好啦，咱嘛是先像恁安尼，像恁安做某人啦，因为辛苦来12年啦，结果嘛是安尼，也无较好啦，我讲是啥物较好？较好是歹论证的，毋是讲收的大家拢真好，也真好过的，安尼就免去见人，那安尼人就来偷听，你去办桌，去参加你去办桌吼，你去拜拜，自然做好者吼，那安尼就免做人，伊家己就懵来啊啦，伊家己就吹啦，所以自然咱讲好甲歹，社会论证伊自己无了解，毋捌真理，咱捌真理的人，咱知影。因为咱前世都无做，这世都无啊。你前世都无行，这世才会有。人这世来真有人，前世有修有做，有做善人有行，这世来有叫人富足。这世无，该爱勤加拍，认真来拼。莫讲后世学做有人，来做人才看好啊。做人到尾啊拢是苦啦。来是欢喜，转去过安尼好，到尾囡仔若变款迄阵我要变单安怎样啦，调死安尼，拢是无办所以讲的是呢，迄囡仔尽量是爱跑过来做人，以前伊的教育，这样听无要紧，毋捌无要紧，你若拢伫前地伊到尾伊就会做善，囡仔你若拢家己迄个教场。把你这个囡仔把你帮我跑掉，拢给他跑掉。你若来分层，把你会当时，所以讲有迄个感，结果呢，伊的心就会感，希望咱大家会当呢好好来修，好好来做，好好来拍，拢道理会使讲啦，大家会当听足济啊，至于有做无做呢，家己心内有数啦，心内有数。无叫就是要变化咱的气质，改变咱的家己。按说讲呢，咱的表演书也好，先语到表演书，咱人才也好，这讲出人才的，所以会当讲到的，讲到有法可施啊，安尼。所以讲呢，像讲咱安尼讲较讲就听，邀请迄个较高明的啦，发展的较高明的啦，即摆咱办家的时候呢，邀请咱的看点的书，咱的同等的，咱看点的书，真才华，年轻有为，叫着伊的力量呢，来甲咱看看精神袂啦，安尼啦，咱哪讲大家哪付出啦，安尼啦，哪付出，换一个环境看卖啦，安尼啦，所以讲咱人安尼，有当时一首歌作流行啦。电视唱10万万，你听到尾也都无好听啦。所以讲，换一个环境，到大家就讲这条我来加入啊，我拢看听就都爱听安尼啦，含安尼做啥？所以讲其实呢，人发展书呢，对社会人真拍片，
市场呢会当开发的真大人才辈出来，所以讲咱会当请伊来，会当讲到伊的经验安怎收持，互咱的时阵呢会当效法，因为有当时若讲来大功夫呢，咱大家想讲毋知要安怎做，毋知要安怎做，而家左手无策啦，安尼啦，咱会当做啊好，政府会当遐尔较方便，当然是有一套的方法，所以讲呢，咱大家有迄个方法呢，听人安怎开发这个作物，安怎实行，其实拢是成啦。你上足嘛咱就这，你若无成，无彻底踏实地去做呢，这拢变差。因为众生为咱才当得定啦，众生有咱才会得定，咱有众生咱才会成就啦，相辅相成啦。众生为我们得救，我们为众生而成就，相辅相成。今仔咱若无救众生，咱嘛未成就啊。众生有咱甲得救，迄个人伊就得救来伊就得救来，差安尼尔，大家拢互相。今仔日单天请咱高教主比赛法自我教育安尼挂落来咧会使讲高教主呢真慈悲啦，真慈悲所以讲27呢就挂落来安尼。希望咱大家会做着咱的精神一保了，等下无偌久的时间咱提出来咱的精神好好来听好来听这对当初呢真正呢会尊重啦，真正的礼貌啦各个教家呢有不足的所在，话咱注意咱的意脉会当体谅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就无见这个道理。这有点是直接点到勾，分到勾，我们再试一下。